发生了让青少美女。今这个天气特别好，真是为桃红绿绿，春暖花开。随了那江南思乡上说，这个白毛堂浪向雨东小溪，过来的欧蓬手，手上浪向要龙啊，谁是三个王叫李阿生。阿生今年20岁，条骨长得并不高，但是看上去明貌似神采飞扬。可中那个小伙子在随便啥人看见，眼睛门里谁为的一亮。阿生是个孤儿，从小死脱爷娘。今说人家是3年门前到一家姓方的人家当散工。因为人聪明能干，无论是摇楼还是种地，侪是一把好手。跟前里个三哥唱得特别好，非得会得唱，外加会得编，自编自唱，叫上唱上心，令人百听不厌。因此，当地的人啊，侪不叫你的名字的。在家里三个王，有个人为也是里是唱三个的上乐。那么呢，说的那个三个唱的是俺喊嘛，还唱两声给你听听。那位置是个杂豆皮，地位的把门采风，小个唱还是不里都唱的是俺喊。现在李亚生一面摇龙，一面朗唱。三里岭边，杨柳青三口杨柳一片银是啥的啊里啦，俺说那都唱，不晓得知了啥是情。唱理想是和两人，一个来他50多岁年纪，可是看上去生得了细皮白肉，头浪像个白胡须，他得了酒光的袜，头发头浪像结合一只厚的冰玉珠，上身只将头丝的短衫，下身露头的长裙。搿双鞋子浪向500一粒灰人，搿种邋遢一看就看得出，非常能够一个乡下邋遢。你虽是方高的邋遢，喏，坐了边浪这位姑娘方小凤的娘。小凤今年12岁，上一只农台里，每天没收5个多针。身老乡一看来花布斗三裤子，脚老乡爸妈黑布搭配鞋子，亭亭玉立，编织的三个一都出世的芙蓉，坐了娘旁边，心里想蛮高兴，面孔老乡笑眯眯。来，他在面孔发了。不过对来对个男妈妈笑嘻嘻，笑嘻嘻。今朝单子城里向将来哭出来来不及。对娘看看，搿只面孔发了，说起讲，妈。哎，小王。单子城里，阿爷得来幸福事去烧香。烧香。是哇。今朝得来城里不是开烧香，是做啥家？该得来开相亲会。相亲啊，这个是浑身一灵的嘞。妈。奶奶。不是讲海带城里去白相，弄子半日，哪带我去相亲？是呀。阿是我的心思，来不晓得。
哎呀呀，那个心思嘛，娘还有啥不晓得个的？那么喏，哎，还是口中还说的要热炒三个玩意了。哥哥们，该不来个呀，该么是我的屋里个长工，那么是小家呀。那小家这个长工么，走上夫妻不配个。妈，这个小家的长工，阿生三个唱得好，人家三家的三个上牛，我就是欢喜三个上牛。哎呀，妹妹，三狗长牛嘛，别人指了叫个三狗长牛呀，又不是转个长牛，根本难道讲出不个呀？蛮好。娘夫为不能能吃块个，山里向个个人家是好来总吃呀。老爷们看米呀个，这个小看嘛顶顶要紧，符合我里屋里向个条件个。啥个条件？看夫为讲15个，不会讲闲话，是个五子啊！五子。阿是来见我去搞个五子啊！这牛不要还能搞不五子哇？但是我一生一世不搞贼。那，还是小歌手，还是小歌手。一生一世么不搞贼，搞是想搞个，那想搞不超三口朋友。该分两个呀，妹妹，男生老乡有个秘密了，该不是不别人晓得个呀。哥哥，那毛记在那到阿姐大风那那为世界，该不能个秘密一时一特色。当时辰光，头女婿吃在老酒，弄个秘密刚出开门，500面孔走人，跳了后里死脱，还是那里之体三毛记在呢。不得记得阿姐也不是我心里一阵难过。妈，啊，你别讲我气着，阿姐个事体我侪记了心里。哦，别讲阿姐个事体，还要怪你妈不好。咦，哪能怪妈不好呢？当初辰光阿姐也不肯嫁过去，你眼睛努力逼过去，结果一条性命也送脱。我的阿生两样的，有啥两样？你对我真心，我对你还是真心的。哎呀呀，小师娘，那为人也不是个家，啥个真心了高兴啊？那在东上真心的高兴。不来个，别人刚刚明媚正气，我总归要有个媒人，难道阿生媒人上有媒人呢？媒人呢？三个舞啊！阿生欢喜唱三个舞，我欢喜听你唱三个舞，哎三个努力起来一台个呀。哎哟，妹妹啊，那里只是我刚到外台是别人讲，你个主要是要到泥兜浪的。啥个唱三个，弄三个走媒人要从来分定阶些个，那后来都办在。那今朝只有跟五毛到山里搞不个舞仔，那么可以得那保守秘密。那要想这个唱三个朋友们，谈不要谈。妈，那么万一个秘密是一个秘密嘛，大风小风到底有点啥个秘密？实在讲出来不稀奇。姐妹两家被就是比人家多30个一头1寸多长个泥巴掌骨。这个事体把到现在不稀奇，叫反作为常。医院里向外科医生吃铁汤，一个水着一动7分钟解决问题。但是你这死了100多年以前，这些辰光的人叫封建迷信，别之大三只要喝多10个一头没事啊，非把人家说是妖怪的，这是要去寻西路子。谢凤到现在没才清爽着。但是你去听听个桩事体，那人家出门与我唱，把人家面浪向面的金等等，我难摸而过去。特别是后手山的阿生，一点点也不晓得了嘿。那么三娘我去大里商量商量，有啥好的办法？但是娘们是哪行讲你，一动南京没办法有着。妈，哪能？阿是你毕业见我搞到生意去，哎，但是我的阿生已经要孩子呀。哪能也好？你非我不去，我非你不到。哎呦，那都到真海哇！我吃一样我好海在啊。那么娘我说的去大里刚刚清爽。哎，那么对在，那大概是要刚刚清爽。那么谢凤出手唱到后手山，可见阿生眼里那还爱的是。阿生，哟，阿生你看不对哇，三凤浪哭啊，出啥事体啊？三凤，你啥子哭家？我分哭。万一分哭了，眼里坦坦的，出啥事体啊？你还晓得妈见我带生意去做啥？咦，东哥讲过，今朝天气美好，但是你去不想想？不行，
谁本还是啊？马见我带生日去，做啥？相亲给。相。李亚生听见你讲起相亲的南京里向会得一片空白。这年头，侬已经让担心的事体今朝实头发生的吧？小宝，阿生，我们来再得来讲，我的那个事体，三边那副会成功，还是现在来着呢？现在东瓜叫你搞到省里去，跟你准备哪陪你？我不心思你上不晓得。哪个心思？阿生想哪个心思，我哪会不晓得？相处整整3年这样，李亚生那些辰光，真是为思绪飞起，心上飞滚。人生细看方晓风，离开他恻人之心，轰动我的呢，不是1年2年相处，整整3年。这个感情真是为比天高，比海还要深。阿生想到爱到底，眼睛门前都是浮出一幕美妙的情景。三姑娘放电影上看，好一个金头一移没移到这3年门前。搿一天我记得蛮清爽，搿个天热的辣花花。我呢，辣辣水车房里向搓水。那一天，此里是一满搓水。身体不大好，三凤抬起王妈来送饭，在杨树林里向搿只饭来冒正树屋子上一个正要想起，哎，传来一阵三狗声，笼子里向太阳阳哎，搿个三狗，哎呀好听啊！为什口口辰光，差不多没准备吃饭。打到杨树林里向一口没觉着奇怪，耶，那今朝送饭的不是王妈，便是小东家了，孩子家。我与丽丽忙把小姐家，小姐，见我小凤孩子啊！我与人人恳恳叫小凤，奶奶。刚才的三狗，阿是你唱的？是我唱的，唱得好听啊！唱得不好听，唱得不好听，我来非听啊！不好看没看起不看，不好听嘛，也不好不听的。那么那你妈妈好好听听着喂。我是平民人开他
天天送饭到杨树林。雨下冬，到今朝整整3年。我记得蛮清爽，我曾经得来讲过，我的那个事体，东家是随便哪副会得答应。难得我当时，不管答应不答应，我方小凤非乃李亚生不嫁。因此，那个心思我哪会得不晓得？小凤，阿三，那个心思我当然是晓得，但是现在事体已经出个头，要叫你搞到顺利想，总要想想办法咯。谁是等你来商量呀？等我商量。是呗。要我弄到手说个动物，做啥家？娘个是引进来，反蛤蟆是不去的了。不来的，真在不去，门上生意也奇怪。跟你哪办哪办你？你还是想不出办法。我们不还个主意，阿三，那为是娘的谁知吧？爹不，手马上红的好龙洞。你哪说谁对谁的？李亚生一手忙着梦里想，厂里向来他看得蛮清爽。哎呀，出事事体的，用尽到此的许主是，哎呀呀，不好在那么出这头事体在，出人性命在我救命呐！来他那边接李亚生的事情就好，一个猛子刚过来打得滚，上拿小凤一把抓牢，挨着水一刀，拖出市面，举到厂里向。小凤啊，你傻哟你！哎呀，妹妹，那只有傻了呢。有啥事我不好讲的呀？那啥鸡毛在后里向跳的呢？我气得娘的谁知吧？那傻了我不开呢。我不避免，阿三已经晓得个那个避免阿三晓得的？是个。给啥辰光晓得的？刚刚晓得个。刚刚么你贴到屋里呀？阿生脑内拖出诗里。哎呀呀呀呀！本是个些辰光晓得。叫你讲不了我子，就是要保守秘密。现在你晓得是还用不着再到顺利去相亲。怎么脑内小凤讲不了阿生啊？哦，慢慢接口。阿三，东家，还是我里小凤的秘密，难晓得噻。啊？阿三在啥个秘密呀？我不晓得吧？哦，那么想着，刚刚我小凤拖出市面，拉拉你耳朵边浪向戳了一声，谁是马门去秘密嘛？你也是晓得的。啥石头门的？那么小凤讲总归不错。东家是的。小凤的秘密，我晓得在。哎呀呀呀，这得晓得在哇！根本呢要等你慢慢保守秘密噶。东家非要说是一个小小这个秘密，谁是天推下来的大事体，我还会得拼死相守。好，老太想刮不到个农药啥个欢喜的，干嘛阿三？我还要得那五个，那平常日里等我里小凤两高头要好事，我要两眼里向侪管好了。我叫弗兰德南都说车跑在，那么欢喜唱山歌歌，唱不唱来是好听歌啊？那只要看见我里妹妹是唱来听见了，那么我里妹妹呢得了。啊，屋里向只要听见那个山歌声音嘛，开始要负债手扶老在，要跑出来的那办台子。我到门上两口，那对我的小凤们到底真心。东家，
我对小凤到底啊真心不真心？小凤才明白，当然是真心。那么蛮好。既然呢，真心的门口站起那个小凤，干不了呢？李亚生想我啊，听说他，谁叫我答应现在那搞不个？哎呀，激动！干嘛？妈！哦哟，那个说头小子呢，太夸了，我那个里背不着了啊！我还有一个条件，乃至要跟我能打不我，非是一个条件，100个条件我还答应。弟弟啊，100个是用不着个，只要一个条件好在。你桩事体嘛，侪是老男人临死嘛才关照，因为头脑死脱之后嘛，老男人或者里气杀脱，临死的辰光嘛定下来个规矩。山小凤再也不是在大凤这条路在，再也不是搞不了为首为伍的人在。一定要搞不了我怎么可以保守秘密？这个是我里放大的规矩。阿生想有个种规矩啊？哦，对，小凤有秘密，大不我知，可以保守秘密。东家小凤的秘密，我一定随口实禀，并看着的么人看着我么个。我要是失了小凤的秘密，上条被杀，下条冲杀，神老里神杀，总好的。那2句说我想上蛮熟悉。斗女婿当时人讲还是难讲的呀，不那个阿生都有点发根。那么东家，我不是我只能见过大百年，那不要谈，那不要急，办法有的。你要怎么来讲？为着我的妹妹，我老早攒着一个心，那在方当中埋上一种乌鸦。你这样各种厉害的事做不起，只要吃到头皮里，马上看不出开不变五子。那一看为这个李小凤拿个乌鸦吃不开，小凤也这个了，妈，奶奶，为了想得出个啊，叫你吃猪乌鸦，非比我自个。你那不是个呀，你是要害个变五子。那不要对呗啊，小师娘不要搞了还。然后他说到挨打的袋袋里向拿出来一只纸包，拿过来一把茶，盖头小开，纸包没事摆进去，加点水摇一摇，往正袋角浪向一放。阿三，那要想等个李小凤做夫妻的么呢？那要努力点乌鸦，吃不开个。小凤这个头底下红个月来。眼睛立起身来，的袋子比了2只水芒子，树后不落下一听，妈，奶奶，为啥真的让你吃个？还娃，妈，是啥讲？阿生欢喜炒3个，你一日天不炒3个，喉咙里向水要牙唧唧。我一日天不听你的3个，水要过上冰娃娃。你吃猪肉再也不能炒3个，你哪个比啥也是我也痛苦终身，妈，奶奶，我手里呢？李亚生爱些辰光的人，实际上想爱他子。反面分享到个今朝东岗位的拿把乌鸦出来，啥叫啥是坊间的规矩？这个规矩啊，分明一根负心棒一棒当有呀。想想东岗，我的小凤的个人难为为你啊。相处3年了，你们欢喜听侬唱山歌，我们欢喜你心情柔亮，天真活泼。第1年叫两小无猜，第2年度日情望，第3年是心心相印，已经发展到爱情这样。爱情啥个味道？叫深情，叫甜蜜。你看看，2只水亲了不让我吃，是随时浪不舍得我。那东家为之侬为之我，根本我李亚生为啥人？我为来为去，为不是为之来方小凤。小凤，阿生，来放水。我说放，
来让我吃。我不要的。小王，我是欢喜唱山歌，我还晓得你欢喜听我唱山歌。但是今朝我这个乌鸦夫妻东家的脾气，我晓得呀。李府会得答应我的那种夫妻，我今朝为止呢，心有山歌不唱山。阿三，小王。今朝假使我这个乌鸦吃子下去，再也不能唱山歌。你也再也不能听我唱山歌。啥讲？让我吃个门前，再来唱一只给你听听啊！阿三，过了一山。后烧山，后烧这个主呢，心发心，我的那发做夫妻，心发给。好戏真是小意，随即下你放假委屈的，朝在东湾进门美银呀。从此看内小红啊，想我上来好做到，不要为我能够尽相陪，我是诚心。今我唱个山歌，大个些辰光呢也睡得了。阿三，我虽然欢喜听你唱山歌，但是我更加欢喜你什么？实实在在一个人。哈我听他。小凤啊，你对我心无畏，把
我们之间将他来和下我把那一批声音标出来小宝，你别哭。现在我午夜已经7岁，以后来好得来做夫妻。是的，我不能永不分开。大头大佬，生动龙在死动白，永不变心。你拿我龙分木家，你拿翻箱子的，老太到安息辰光才被那个不是。哎呀呀，阿三啊，弟弟呀，妹妹，那都真当我心子那狠啊！那都来口口里个啥么子两粒红的呀？本来准备到城里向相亲泡用的，阿三啊，我今朝在你送不了呢。东港，叫我啥？妈，大妈大边。三个妹妹同心结。